個節目，咁大家幫下手啦，點讚、訂閱同分享，記得咧就將呢個頻道同呢個頻道嘅節目咧就分享出去。好多人咧就搞信息繭房啊，啲假消息亂參傳啊、造謠啊、抹黑啊，咁而家基本上咧佢哋做嘅嘢好可恥啦，有啲人啊想即係隱藏佢哋做嘅壞事，咁啊佢哋做嘅壞事咧就梗係多如牛毛啦，咁竟然咧就可以刪咗10幾條片之後咧，仲話你哋做咗壞事啊點樣？究竟有班人同啲工程老鼠有冇勾結？我唔知道我只係知道我幾年前已經講即係工程老鼠嘅嘢，而嗰啲視頻咧就俾人刪晒。咁究竟而家有班人要做嘅係乜嘢嘢？要掩埋啲乜嘢真相？我唔知，佢哋先知。佢哋做咗啲咩壞事，佢哋心裏清楚明白。好啦，講下即係俄烏嗰個問題先嚇。即係第一樣嘢同大家講下就係喺邁阿密咧，佢哋就傾咗第2日㗎啦。其實就咁呢個係尋日嘅消息嚟嘅。美國同俄羅斯就喺邁阿密嗰度傾，咁呢個阿拉斯加共識咧就浮咗出水面因為呢個俄羅斯嗰個總統助理咧烏沙耶夫咧，佢就要美國遵守嗰個俄美喺阿拉斯加會談達成嘅共識。咁呢個係新信息嚟嘅。點解咧？呢個信息咧之前係冇爆出嚟嘅，係尋日先至爆出嚟。咁呢個信息當然係有戰略意義啦。咁暗示咗喺邁阿密嘅半公開或者公開會談之前呢，美俄呢，佢哋曾經喺阿拉斯加呢個地理上邊最接近俄羅斯嘅美國領土，就進行過更加隱秘嘅接觸，即係阿侵佢哋嘅團隊同阿普京嘅團隊。咁咧喺阿拉斯加嗰度咧，佢哋咧就確立咗一啲談判嘅底線咁呢個邁阿密會談咧就唔係由零開始嘅。咁其實咧就係由阿拉斯加共識開始執行同埋細化。咁呢個俄羅斯佢咁樣強調呢一點係做乜呢？其實就係向美國佬施壓啦，唔好偏離之前傾好嘅條件㗎啦。即係譬如北約唔好再東擴，而家俄烏之間嘅領土現狀，你係要承認啊。估嘅就係呢個，唔知係咪咁嘅。即係舉個例子啫即係因為佢冇公開有啲嘢。咁呢個烏沙耶夫呢，佢好明確咁表示咗一樣嘢，就係冇認真討論美俄烏嘅三方會談。其實呢，就即係拒絕咗美國話要三方會談嘅條件㗎啦。因為烏克蘭佢哋就梗係主張三方會談啦。基本上而家冇得搞㗎啦，呢度唔會三方會談嘅。咁仲有就係睇到㗎啦，美俄佢哋兩個大國就決定晒啲盤口，咁烏克蘭呢個小國呢，就要被迫接受。咁睇起上嚟，阿侵同阿普京呢已經傾好咗呢，就可以基本上犧牲烏克蘭啦。咁俄羅斯嘅戰略目標係乜嘢？咁佢嘅戰略目標一直都係同美國即係或者係西方啦，達成一個新嘅歐洲安全框架，就唔係單純同烏克蘭停火嘅。咁喺俄方睇嚟呢，只要同美國傾好晒啲條件，譬如咩條件呢？而家已經有啲做咗㗎啦，你睇得到嘅。就係美國停止軍事援助烏克蘭啦，
同埋美國解除某啲對俄羅斯嘅制裁啦。咁你一傾好晒呢，烏克蘭呢就冇得揀嘅。其實基本上嗱，究竟啲 deal 傾好晒未？未知。Final deal 就肯定未達成㗎啦，因為對美國嚟講呢，呢個同俄羅斯達成確定嘅 deal 之前呢，澤連斯基一定會擺埋一邊嘅。咁而家呢個階段呢，只係美俄雙方喺度對標，睇下大家即係牌面有咩牌，底牌都未揭啊。其實嗱，俄方嘅代表就係俄羅斯直接投資基金嘅總裁，叫做德米特里耶夫。嗱，佢就連續2日呢，就喺邁阿密出現嘅。咁究竟有咩人參與呢個邁阿密密談呢？應該我會講。但係佢呢個俄羅斯直接投資基金嘅總裁出現呢，其實就證明咗一樣嘢。美國而家喺阿侵治下佢搞嘅嘢呢，就係揾錢先嘅，同埋呢唔係幫美國呢個國家揾錢，係幫佢自己家族揾錢先。嗱，俄羅斯佢最在意嘅嘢係乜嘢呢？嗱，我認為呢，因為而家呢個係俄羅斯直接投資基金總裁啊嘛，佢唔需要在意戰場上嘅城池得失嘅，唔使嘅。佢而家佢哋最在意呢，就係要解除俄羅斯面對緊嘅金融制裁，因為其實嗰啲制裁呢已經係傷到俄羅斯嘅根本嘅，有好多資產被凍結，亦都係出現問題嘅。即係歐洲方面，咁歐洲方面直情想食埋俄羅斯份資產啦。咁資產解凍同埋恢復嗰個能源貿易，我認為就係俄羅斯佢嘅核心驅動力嚟嘅。嗱，呢個德米特里耶夫呢，係處理呢啲金融交易嘅技術官僚嚟嘅，佢就唔係外交官。咁其實而家睇到一樣嘢就係大家係計銀碼㗎啦，已經係直情係。嗱，咁烏沙耶夫佢尋日呢，因為第2日會談佢有記招㗎嘛，佢哋出嚟講話第1日嘅會談呢就有建設性。咁佢亦都講呢，話有好多工作仍然要做喎。咁建設性即係乜嘢？建設性呢，即係大家都冇反面，而且呢，喺核心訴求呢，大家係有得傾嘅，雙方都想即係暫停嗰個戰爭，就算唔係結束戰爭，都係暫停嗰個戰爭㗎啦。有好多嘢要做，即係暗示呢，具體執行細節上邊仲有好多討價還價嘅空間。嗱，呢個具體執行細節係乜嘢呢？第一個，解除制裁時間表；第二個，停火線未劃定啊。而家之前呢，其實一早就有傳聞話今年年頭係會劃定晒啲停火線嘅，但係有啲嘢係傾唔掂嚇。咁仲有一個安全保障機制，咁大家都係有討價還價嘅空間嘅。咁阿侵佢哋當然係想鎖定一啲嘢嘅。點解佢想鎖定一啲嘢呢？因為有啲嘢呢，去到2026年呢，就可能會有大更變。其實即係咁而家去呢個邁阿密呢個會談呢，其實就去到呢個深水區㗎啦。俄羅斯佢就強調一定要跟呢個阿拉斯加共識。咁即係劃定咗一啲談判嘅底線，同埋拒絕咗三方會談，即係烏克蘭基本上冇 say 嘅，即係話咗俾全世界聽，呢個邁阿密密談呢，基本上就係美俄之間嘅大國博弈。即係對於烏克蘭嚟講，被排除在外呢，其實都係一個危險嘅信號。即係澤連斯基嘅命運呢，就由阿侵同阿普京喺呢個
邁阿密嘅密室入邊決定，所以澤連斯基都係被犧牲㗎啦。今次係嗱，翻去講下即係邁阿密密談呢件事，呢個咧又係阿侵政府佢交易的藝術啊！即係個會談嘅地點就喺佛羅里達州啦嚇嘅邁阿密，呢個咧就唔係傳統外交中心嚟嘅，即係呢單嘢咧就好有阿侵嘅個人風格，即係亦都係相信係同佢嘅個人利益係有關嘅，因為呢個佛羅里達邁阿密咧就係同阿侵嗰個 Mar-a-Lago 好近嘅，其實嚇。咁美國其實佢有咩角色咧？其實嚴格嚟講，佢係冇參加呢個俄烏戰爭咯。其實係，因為佢個角色好得意嘅。咁喺佛羅里達州，咁美國有冇同烏克蘭嘅代表磋商？係有，但係咧美俄嘅會議咧就唔會俾烏克蘭入場。而家嘅情況就係咁，所以美國嘅角色咧就有啲似中間人，有啲似中間人。嗱，關鍵嘅人物有邊幾個？第一個 Steve Witkoff 呢個威特科夫，呢個咧就係阿侵裏邊嘅中東問題特使。咁但係佢亦都喺俄烏嘅談判桌上邊，即係話俾大家聽咧，阿侵政府咧。佢就用自己啲 friend 去取代呢個傳統外交官僚嘅體系，咁咧就用自己嘅親信咧就去處理呢啲問題。咁究竟得唔得？即係好有可能係會犧牲美國嘅利益嘅。咁不過呢一樣嘢就唔係我考慮之列啦。咁犧牲美國利益，佢揾到錢 ，who cares？ 嗱，咁第二條友咧就係 Jared Kushner 呢個庫扎納。嗱，呢個咧就係阿侵嘅女婿嚟嘅。喺上一屆阿侵做總統嘅時候咧，呢條友咧就揾到盆滿缽滿㗎啦。尤其是係疫情開始嘅時候，所有採購咧都要經過呢條友嘅。咁呢個阿侵女婿佢出現，當然係好重磅嘅信號啦。即係美俄同埋美烏基本上咧。所有嘢都要經過呢個阿侵女婿，經呢個侵女婿，梗係要通返去阿侵佢本人啦。咁呢個 Jared Kushner 咧，佢搞乜都係即係基本上係揾錢嘅啫，係商業交易為主嗱。同埋 Kushner 佢搞過另外一壇嘢，就叫亞伯拉罕協議。咁呢啲都係非傳統嘅外交雕嚟嘅。好啦，咁第三條友頭先有提過嘅就係嗰個德米特里耶夫 Kirill Dmitriev， 呢個咧就係俄羅斯直接投資基金總裁。咁呢個就係阿普京同西方溝通嘅秘密渠道，其實都唔係秘密嘅，而家公開晒嘅。咁其實談判嘅核心一定係涉及解除即係制裁同埋呢個經濟利益嘅交換。咁經濟利益嘅交換，阿侵家族係咪有賺到盆滿缽滿？我相信絕對係嘅。即係阿侵一族咧，佢一定係賺到笑嘅，呢啲嘢係。嗱，咁美烏方面放出嚟嘅消息係乜咧？澤連斯基佢就確認咗啦，就傾咗安全保障同埋戰後重建。咁呢啲梗㗎啦，一定嘅。咁烏克蘭其實都睇起上嚟係為停火做準備㗎啦。咁佢嗰個重點就係由奪回所有領土啦。呢個烏克蘭一直都講要奪回所有領土嘅，但係佢梗係奪唔到啦。而家咧就轉咗㗎啦，就要確保剩餘領土嘅安全，同埋咧要有西方嘅重建資金嘅承諾。嗱，咁美俄方面放出嚟嘅消息就係乜嘢咧？就係話
烏沙耶夫佢講啊，呢個係根據結果決定下一步，但係其實係咪見步行步呢？我認為就唔可以咁講嘅，因為而家佢哋都要睇下呢個阿侵佢開出嚟嘅價碼嚇，即係譬如阿侵方面我估嘅就呢啲，我猜測啦，俾俄羅斯保留翻俄佔區，解除部分制裁，應承唔俾烏克蘭加入北約，咁啊要睇下即係呢啲條件會唔會即係打動到阿普京啊？其實就嗱，其實根本咧，而家美俄同美烏咧，佢哋係分別磋商嘅，佢哋就冇三方會談嘅嘢，咁啊證明咗呢啲都係算係穿梭外交，即係俄烏嘅立場差距好巨大嘅，冇得即係一齊面對面傾雕㗎啦。而家阿侵一族咧做嘅嘢咧，即係都唔知係咪代表美國㗎啦，乜都係當佢代表美國啦。基本上咧就係傳聲筒，同埋咧就係施壓。佢哋而家做緊嘅嘢，我相信咧就係試緊對方嘅底線。咁阿侵政府有可能做嘅嘢就係乜嘢咧？對俄羅斯就利誘啦，對烏克蘭咧就施壓啦。即係對烏克蘭嗰邊就好簡單嘅啫，即係用援助為利誘，但係籌碼咁樣壓呢個烏克蘭去妥協。咁俄羅斯嗰邊咁咪改善關係啊，即係解除制裁啊嗰啲。其實只有俄烏嘅底線呢係差唔多嘅時候呢，先至有機會會三方坐低傾嘅。嗱咁呢個威特科夫啊，即係呢個 Steve Witkoff 咧，佢又有出嚟講要講嗰條時間線，即係話俾大家聽咧，美國其實就希望喺阿侵做總統1週年前後咧，就整一個停火或者和平協議，就搞啲外國即係交換條件啊、和平啊嘅政績出嚟啦，呢啲叫做。咁其實而家大家都即係放血放咗4年㗎啦，好鬼慘！即係對於烏克蘭嚟講，死咗好多人，成個國家打爛晒，西方援助嘅代價亦都太高，即係一直都係西方社會嗰個通脹，咁亦都好攰啊！西方人都俄羅斯佢係有戰場嘅優勢，但係經濟一直出問題。美國而家想做嘅嘢就係唔理歐洲嘅問題，將歐洲嘅問題咧就交翻俾歐洲處理，就將個戰略重心咧就擺翻去印太。咁呢個印太咧，咁點解要擺喺呢度咧？呢啲咧就純粹針對中國嘅啫。而家咧美俄烏三方咧都有結束戰爭嘅動機嘅，但係我一直都講一樣嘢啦，其實俄烏戰爭一直打落去咧，對中國唔係壞事嚟嘅，中國亦都唔需要堅持一定要支持俄羅斯，因為冇着數嘅，大家放下血咪幾好嚇嗱。咁呢個邁阿密嘅密談呢，好有可能就係俄烏戰爭結束嘅開端。咁所有談判都係阿侵 style 㗎啦，繞過晒啲傳統嘅盟友，即係歐盟冇出聲啦，北約又冇出聲啦，全部嘢都係佢自己嘅親信主導。咁佢親信主導亦都係商業嘅利益交換為主。咁阿侵做嘢亦都即係呢個快槍手亦都中意速戰速決嘅
咁對烏克蘭嚟講咁就好慘啊！一定係被迫接受呢個土地換和平，呢個好痛苦嘅現實嚟嘅。對於澤連斯基嚟講，佢都諗咗點樣射隻鑊出去㗎啦，就係烏克蘭公投冇辦法啦，呢個係。咁對俄羅斯嚟講，咁今次就係確認翻嗰個戰果嘅機會咧，實際上佔咗啲地方，起碼唔使即係嘔翻出嚟，就算吞唔到落去，都可以含住先。即係俄羅斯基本上一直都係咁噶啦，即係克里米亞嗰啲地方，佢吞唔吞到落去，吞唔落嘅，因為冇人承認佢噶嘛。但佢唔使嘔翻出嚟，含住一個口先啦，含下含下就係自己噶啦。對於全世界嚟講，咁其實最應該擔心嘅，其實就係印太地區，因為美國翻返去印太地區呢，呢個地區呢就唔和平嘅，呢個就係現實，係好悲慘嘅。其實就嗱好啦，咁即係俄烏呢單嘢講到呢度。